點解呢排返工？公司個氣氛好似仲凍過冬天。明明過完年冇幾耐，但係行入茶水間，人人都喺度交頭接耳，面色凝重。老細一叫入房，大家心跳就即刻加速到每分鐘100下，手心出晒汗。冇錯，2026年初呢個字眼對好多打工仔嚟講，簡直就係噩夢嘅開始。裁員潮已經唔再係新聞財經版上面嘅4個字，而係實實在在殺到埋身。以前我哋總係覺得，只要份工平平穩穩，老老實實做，唔遲到，唔早退，就可以平平安安做到60歲退休。但係依家呢個世界變咗，時代拋棄你嘅時候，真係連一聲拜拜都唔會同你講。甚至好多人眼中覺得最穩陣、一世無憂嘅所謂鐵飯碗，依家都開始生鏽，甚至隨時有被打碎嘅危機。你可能會話唔係妹，我做緊嗰行好專業，好難被取代。先唔好咁有自信，不如一齊嚟睇下邊5個大家公認嘅鐵飯碗，依家其實已經企咗喺懸崖邊緣，變成最危險嘅高危一族。如果萬一你份工真係唔好彩中咗招，又或者你感覺到風吹草動，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自保方案，絕對可以幫你喺風暴入面賺到一條生路。我哋先嚟講第一個大家萬萬想不到會出事嘅鐵飯碗，就係銀行同金融機構嘅中後台管理人員，特別是風控同埋合規呢啲位。喺10年前甚至5年前，即係大約2021、2022年嘅時候，合規人員喺中環係打橫行。因為監管機構查得嚴，求過於供，一個有3、4年經驗嘅後生仔，求其跳一次槽都可以加人工30%甚至40%。好多啱啱畢業20幾歲嘅後生仔，擠破頭都想考個牌入呢行，覺得入到去就係一世嘅保障。點知風水輪流轉，近呢1、2年，金融科技發展得太恐怖，以前需要幾十個人睇足幾日幾夜嘅交易記錄同開戶文件。依家一個人工智能系統，幾秒鐘之內就篩選晒出嚟，仲準確過你人工去睇。好多大型外資銀行同本地中資銀行為咗慳成本，已經開始將呢啲重複性高、可以用科技取代嘅中後台職位，大刀闊斧咁裁減。以前30幾歲做到經理級，坐享月薪700萬嘅高薪一族，一朝醒來，突然發現自己張辦公桌已經被搬走咗，呢種由天堂跌落地下嘅感覺，真係得當事人先會明。第二個開始搖搖欲墜嘅鐵飯碗，就係傳統零售同連鎖飲食集團嘅前線管理層，例如係分店經理或者區域經理。好多人由20歲出頭做店員開始，慢慢熬足10幾、20年，好不容易去到40幾歲，終於升到做一間大鋪嘅店長，或者幾間分店嘅經理，以為總算安定落嚟。但係大家睇下，依家香港街頭嘅情況，核心零售區好多吉鋪，市道轉變，市民消費習慣又變咗，好多網購平台同埋智能無人售貨機搶走晒生意。以前一間大連鎖店喺香港開幾十間分店，依家縮到得返10幾間，分店少咗，自然就唔需要咁多經理。加上依家好流行數字化管理，一個總部嘅系統就可以直接監控晒全港所有分店嘅營業額同庫存。前線管理層嘅存在價值被嚴重削弱。當公司要共度時艱嘅時候，呢批人工相對較高、年資較長嘅中年管理層，往往就成為第一批被開刀嘅對象。跟住落嚟，第3個，亦係最令香港人唏噓嘅，就係某啲傳統媒體、出版業以及廣告代理入面的資深創作同編輯人員。講起媒體，以前80、90年代，甚至去到2010幾年的時候，做傳媒、做雜誌或者大型廣告公司，真係好風光，係好多文青同埋有志青年嘅夢想職業。大家都覺得只要有筆桿子、有創意，就永遠有飯食。但係依家呢個年代，自媒體爆發，加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普及，寫一篇普通嘅宣傳稿，甚至改一張相，以前可能要出動一個團隊，搞足2、3日，依家撳個掣，10秒鐘就出到幾十個版本。廣告商嘅預算又大幅縮水，全部轉晒去採網絡紅人或者做直接投放，結果就係好多喺行業入面做咗10幾、20年，依家40幾、50歲嘅資深傳媒人或者創作總監，突然之間發現公司不再需要佢哋嘅經驗，
因為科技可以做得更快、更平。呢種因為技術更迭而帶來嘅裁員潮，真係避都避唔到。第四個步入危機嘅鐵飯碗，可能會令好多家長同後生仔大跌眼鏡，就係部分教育同培訓機構嘅非教學編制人員，甚至包括部分合約制嘅助教同行政人員。好多年輕人大學畢業之後，為咗追求穩定，會揀去大專院校、中學或者大型補習社做行政工作，覺得學校點都唔會倒閉，收入又穩定。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一個最根本嘅人口問題，就係出生率持續下跌，學生人數逐年減少，學校要面對縮班甚至殺校嘅危機。當成個教育市場嘅餅變細咗嘅時候，學校同培訓機構最先要削減嘅，絕對唔係前線最核心嘅名師，而係後勤嘅支援團隊。好多20-30歲喺學校做咗幾年合約制行政嘅年輕人，今年約滿之後，突然收到通知話不獲續約。呢種慢性嘅裁員，對一班以為入咗學校就可以一勞永逸嘅打工仔嚟講，打擊一樣咁大。最後一個要提嘅危險鐵飯碗，就係物業管理同大型中介機構入面嘅中層後勤職位。香港人最中意買樓，物業管理同地產相關行業一直以來都吸納咗好多就業人口。以前大家覺得無論市道好定衰，樓都要有人管，樓宇買賣同租務點都要有人做。但係物業管理依家全面走向智慧化，智能保安系統、自動化物業報收應用程式，甚至連收管理費都可以用部機搞掂。至於中介行業，網上上流平台同直接對接嘅程式越嚟越成熟，令到傳統大行嘅後勤支援人員變得好冗餘。當樓市成交量未如理想，公司要維持利潤，自然會將目光擺喺呢啲唔能夠直接幫公司賺錢，但係又佔用緊唔少人工開支嘅中層行政人員身上。講到呢度，大家可能越聽越驚，心諗死啦，我份工好似中咗其中一兩個特徵，咁我應該點算好？坐喺度等裁員，定係每日擔驚受怕，影響埋自己嘅精神健康？千祈唔好咁消極，既然環境我哋改變唔到，我哋就要改變自己。正所謂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柴燒。只要你手頭上有個完善嘅自保方案，即係我哋俗稱嘅 Plan B， 就算聽日老細遞封大封信俾你，你都可以好瀟灑咁拍拍屁股走人。首先，第一個最即時、最能夠幫你定驚嘅，就係要重新檢視同建立你嘅6個月緊急生存基金。聽落好老土，但係真係好有用。好多人20-30歲賺到錢就中意做月光族，或者將所有錢買晒股票、基金。一旦突然失業，連下個月嘅樓按、租金或者家用都俾唔出，就會好慌張，結果逼住要賤賣資產，或者求其係份人工好低，自己根本唔中意嘅工嚟頂檔。由今日開始，你要計一計自己每個月嘅絕對硬性開支，包括食飯、交通、住屋、保險，將呢個數目乘以6，呢筆錢一定要擺喺最容易提款、最穩陣嘅地方，例如係高息活期戶口或者短期定期。當你戶口有一筆可以幫你頂足半年嘅現金，你返工嘅底氣都會足好多。就算老細對你大呼小叫，你心入面都可以好淡定咁諗，我有大把彈藥，大不了我唔撈。第二個自保方案就係要進行技能去冗餘化同埋跨界增值。點樣理解呢？即係你要望下自己依家日日做緊嘅工作，有邊一部分係連你自己都覺得好悶、好機械式嘅。如果有，咁個部分好快就會被科技或者更平嘅人手取代。你一定要趁依家仲有份工嘅時候去學一學同你依家呢行相關，但係需要更高認知能力嘅新技能。舉個例子，如果你做緊會計或者行政，唔好只係滿足於入數同埋整表格，你要去學下點樣用數據分析工具去幫公司做預測、做決策。又或者，如果你做緊設計，你唔好排斥人工智能，反而要成為第一批熟練運用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嘅設計師，等自己一個人可以做到以前3個人嘅工作量。咁樣，當公司要裁員嘅時候，老細留低你嘅機會就會大好多，因為你一個人就係一個團隊。第三個 Plan B 亦都好關鍵，就係要建立你嘅隱形履歷表，
即係你嘅個人品牌同業界人脈。好多人好內向，返工就做嘢，放工就走人。除咗自己組別嘅兩三個同事，成個行業入面根本冇人識得你。如果你被裁員，你就要同普通人一樣喺招聘網站盲目投簡歷，等 HR 喺幾百份文件入面抽中你，個機率好低。由依家開始，多啲去參加一啲行業嘅講座、研討會，甚至可以喺社交平台分享一啲你對自己行業嘅專業見解，唔好覺得咁樣好高調。依家呢個年代，專業嘅能見度就係你的保障。當行業入面其他公司嘅管理層都見過你嘅名，知道你係一個有想法、做事可靠嘅人，萬一你公司出事，你甚至唔使自己野工，自然會有人主動聯絡你，問你有冇興趣過去幫手。第四，你要開始探索同經營你嘅微型副業，即係所謂嘅 side hustle。呢度講嘅副業唔係叫你放工去送外賣或者做兼職售貨員，因為呢啲同樣係出賣體力同時間嘅勞力活，無助於你嘅長遠職業發展。我講嘅副業係利用你現有的專業知識或者興趣，轉化為可以變現嘅產品或服務。例如你英文好好，可唔可以喺網上接一啲海外嘅翻譯或者教材編寫工作？你對某個軟件操作好熟，可唔可以拍一啲教學影片，甚至喺網上開班授徒？你對理財好有研究，可唔可以幫人做一對一嘅顧問諮詢？做副業嘅目的唔單止係為咗每個月多幾千蚊收入，更重要嘅係幫你做心理建設。當你發現除咗公司份糧之外，你自己其實有能力喺市場上直接賺到錢，你對失業呢兩個字嘅恐懼感就會大減。副業往往就係你最安全、最舒適嘅降落傘。最後一點，亦都係心態上最重要嘅調整，就係要打破一世一工嘅舊觀念。我哋父母嗰一代，即係大約喺上世紀70、80年代工作嘅人，最崇尚由一而終，一間公司做30年。但係依家呢個時代，公司嘅壽命可能比你嘅職業生涯仲要短。裁員唔代表你做錯嘢，亦唔代表你冇能力。好多時候，純粹只係公司策略轉變，或者大環境經濟轉型嘅結果。所以千祈唔好將自己嘅個人價值同你依家張名片上面嘅職銜死死綁埋一齊。你係一粒珍珠，無論擺喺邊個首飾盒入面，你都會發光。依家保持警覺，做好準備，就算裁員潮真係殺到埋身，你都可以好優雅、好自信咁迎戰，開啟你人生更精彩嘅下半場。